喺倫敦嘅上空有一座被稱為空中幽靈嘅大廈 Centre Point， 但點解佢有一個咁恐怖嘅名呢？喺70年代嘅一次示威，居然係同呢一座大廈有關。又點解一棟摩天大廈居然會引發社會爭議？後來更加被稱為倫敦最唔受歡迎嘅大樓呢？60年代倫敦經濟起飛，而喺1966年落成嘅 Centre Point 並冇迎嚟理想中嘅居水馬龍嘅畫面。原來背後嘅原因係同發展商 Harry Himes 有關。曾經被譽為發展商之父嘅 Harry Himes，50年代嘅佢睇準時機，利用收購倫敦黃金地段一啲受過2次大戰轟炸嘅遺址，開發咗做辦公空間。喺當其時得30幾歲嘅佢就已經成為咗百萬富翁。佢成功嘅秘訣淨係靠一種策略，就係將所有嘢簡單化。做法好簡單，就係將每一個大廈揾嚟一個租客，跟住叫佢哋自己做翻晒所有嘅維修、保險等等。由於客咧就唔多，所以 Harry Himes 公司嘅全盛時期都係得6個員工幫佢去打理成個地產王國，所以就可以用最低嘅成本不停咁開發唔同嘅項目。而 Centre Point 都係一樣，佢都係要將成棟出租俾一個租客，而唔係分開咁出租。但係呢一個舉動就喺1974年引發咗一次示威事件，慢慢就有越嚟越多反對嘅聲音，認為 Harry Himes 咁樣做係生人霸死地，浪費緊資源。倫敦出面咁多人無家可歸，但係 Centre Point 就擺喺度咁多年都冇用過，會唔會過分咗少少呢？直至 Harry Himes 根本就係只顧住投機，冇考慮過對公眾嘅責任，完全就係資本主義之下嘅醜陋。